第啊，吼，伫咱的座位的迄头前，哦，请大家关心奉献，啊，准备，请安静，动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空闲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嘴焦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羡慕你，我要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关联甲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罗你，我咬话的时。要安尼学罗你，我要奉你的名举起我的手。三角的吟诗学罗上帝，圣诗26首，圣诗26首，请起立。
即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对，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会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前来受苦，是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伊要对遐国来审判王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用启应文1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18篇。愿上帝怜悯阮，赐福予阮，通互全世界知你的旨意。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愿万国快乐，唱歌欢喜，因为你照公义审判万民。上帝啊，愿世间人拢称赞你，土地有生产五谷。愿上帝赐福予阮。同心来祈祷。早伫地，现今伫代，将来也永远伫地的全能的主上帝。阮学到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万物拢倚靠你的恩典来得成。阮感谢你无限的恩典怜悯，因为你亲知阮的软弱，你疼阮，伫阮还阁做罪人的时，你就赐落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降生伫这个世上，完成了十字架的救赎，叫一切信伊的人无得沉沦，反得会得到永远活。通过圣囝耶稣基督，互阮得到了救恩，诚做阮性命的拯救甲盼望。阮感谢你，因为你阁赐互阮对你来真理的神，诚做阮的保惠师。互阮深知家己的软弱，会当明白甲追求你的旨意。阮三一上帝啊，阮要切切祈求你，阮的心切切希望爱见你的面，伫你的圣所仰望你，为着要见你的能力甲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阮的嘴唇要学到你，愿荣光拢归伫你，阮三位一体的上帝。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疼吸引阮归向你。总是阮时常伫稳捌的所在，甲无底的中间来得罪你。伫阮用自我做中心，伫阮骄傲，伫阮冷淡，伫阮贫惰，伫阮拒绝成长中来得罪你。阮阁时常艰难，袂晓享受你的恩典，煞袂记得你交代阮的大使命。求你赦免阮因着爱世界甲世上的事，虽然有愿意的心，却常常赢袂过肉体的情欲、贪恋世间的情欲甲今生的骄傲，所以阮时常陷落伫罪恶的网络中，无真实听你的心志甲能力。嘴虽然尊敬你，心却离你远远。无爱追求甲顺服你的心意，敢若想着要得到，无愿意付出，无法度专心追求真理，互阮的灵命无成长、无成熟，直到主动阮家己服侍你，来回应你的恩典甲慈爱。求你赦免阮，赏赐互阮主耶稣基督的保惠，洗清阮一切罪甲不义。现在，阮将阮的心向你拍开，求你用圣神来灌压阮、充满阮，叫阮脱去旧的人甲阮的行罪，互阮也成做新创造的人。求你降落圣洁的火焰，
烧尽阮内面一切拉散的，无属伫你的，互阮会当将做一个圣洁的器皿，是你所欢喜的，合伫你圣工的使用。感谢阿罗你，愿感谢你，互阮教会10多年来参与伫个缅甸的宣教。愿在缅甸，因为战争、军政府的立权、环境、人民的生活，比阮会当想象的搁较歹、搁较惨。伫即款不安的环境中间，广福唯一牧师全家游员勇敢伫旧年转去到缅甸，开始新的宣教事工。感谢你今仔日找缅甸的宣教师唯一牧师转来台湾，踮伫阮的中间，要向阮讲起你死伫因身上奇妙的作为。当宣教师不断将福音的种子压落，甚至用因的肺甲肝来灌压缅甸迄块土地的时，帮赞阮的教会、阮的兄弟会当真侪因的支持。阁求你赐因教业的稳定甲快乐，领受你所要赐予因丰富生命的应允。也求你怜悯缅甸的人民，掌权伫缅甸这块土地，互以福音来翻转缅甸，互全地看见你的救恩。伫今日基督精兵协会奉献主日的时，求主帮助阮。无停止阮宣教的大使命，无停止阮对要未得到的地，甲要未得到的人民的疼，甲关心的服侍，帮助阮教会宣教的结火不断温暖地烧，伫黑暗中照光需要的人。求主开阮的耳孔，借着主你仆人的正道，丰丰富富藏伫阮的心内。互阮诚侪遵行主你的话去行，会当得到福气的人。求主也请开阮的目睭，互阮甲你面对面，明白你的疼，向阮显明你的旨意。伫每日的生命甲生活中间，经历你疼的大能力，结连伫你，赏赐阮有信心的快乐，互阮有信仰的觉醒、决志甲回应。欢喜甲你同工，愿意为你做更较大的代志。愿信心排列以上的祈祷，愿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三甲吟讲。
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到52节。新约圣经马可福音第10章45到52节。因为人主教毋是要找用人，是要互人找用，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因到耶利哥，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阵人出耶利哥的时，有底麦的囝巴底麦，就是青面做去食的，坐伫路边，已经听起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嗷叫讲：代笔的好的耶稣，可怜我！侪侪人责备伊，甲伊竞争。若是伊一发大声嗷叫讲：代笔的好的啊，可怜我！耶稣停骹讲，叫伊来，就叫青面人甲伊讲：安你的心，起来，伊在叫你啊！伊就放下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耶稣应伊讲：爱我甲你做啥物？青面人甲伊讲：列破尼，我爱得着看见。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有救你啦！伊连边得着看见，就伫努力缀耶稣。即时要请唯一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爱我为你做什么”。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搁一届来到松山教会。我会记得我顶届来应该是7、8年前，正是应该是我身心广福来分享。即届伊留伫缅甸，我带2个细囝转来台湾1个半月。因为遐拄成立教育中心甲教会，所以伊无法度走，所以来遮甲大家请安。真感谢上帝，互阮伫缅甸的宣教一开始就走支持、奉献、祈祷，实在是有侪侪稳定。讲道大声，咱同齐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会当来到遮分享你的话，求你使用我。互大家来当明白你的话，甲邀请，也求你开咱的逐人的目睭，甲心灵，互咱会当看见你。圣神啊，求你来踮伫咱的内心做工，互咱的胸腔听到你温柔佮充满疼的话，互咱逐人的性命因为主来无共款。祈祷恳求感谢，靠主耶稣圣名，阿免。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是大家拢熟悉的一个青面人巴底麦的故事。为什么这个故事真特别？第一个是因为圣经内面无有一个青面人有名，所以咱会知影伊的老爸就是底麦。应该是一位真出名的人，但是后来毋知发生啥物代志，互伊的厝规个拢无去，而且伊的囝巴底麦今仔日就坐伫耶利哥城要往耶路撒冷出口的迄个门的所在做去食。耶稣迄个时阵已经传道3年久。伊行到倒位，就有一大群的人跟对耶稣，因为众人拢真爱听伊讲话，也真爱看伊行神业。即摆嘛是主耶稣最后一摆爱来经过即个所在，伊准备要往耶路撒冷来面对伊来到世间的目的。巴底麦听讲拿撒勒人耶稣要对遮过，就大声喊：大卫的囝耶稣，大卫的囝耶稣，怜悯我！
灵明活。边仔的人责备伊，叫伊点点。毋过伊愈话愈大声，讲大卫的囝耶稣灵明活，因为伊相信即个耶稣有医治伊的能力，伊期待耶稣会当听见，伊想要阁看见，互伊的性命话无共款。感谢上帝，耶稣听见啊，伊停落来，请身躯边的人去叫伊来。当伊知影耶稣叫伊的时，伊放落伊的所有，就是换衫甲讨食的物，伊跳起来，互人引带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问伊讲：“爱我为你做啥物？”伊应讲：“我爱阁看见。”耶稣马上就回应伊讲：“你转去，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好。”巴底麦连边就看见，就归路跟对耶稣。耶稣问即句：“爱我为你做啥物？”其实伫今仔日的经文头前一段，主耶稣也问门徒讲：“爱我为恁做啥物？”伫马可福音第10章32节讲，耶稣甲门徒上耶路撒冷，即摆耶稣行真紧，因为伊知影伊所要面对的是有偌尼大的挑战甲痛苦，所以有一种真奇怪的气氛，互军队的人拢戆影甲惊吓。耶稣伫即时就叫门徒来，将伊所要拄着的事，搁甲因讲。这已经是耶稣第3摆讲家己的预言。但是当伊讲煞，就伫即个路里，两位门徒雅各甲约翰就紧紧走来找耶稣，趁其他的门徒还袂缀来时，就来甲耶稣讲：“老师，阮所求的，请你甲阮成全。”耶稣就是伫迄时应即句话：“爱我为恁做啥物？”因祈求你得到阳光的时，请互阮一个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门徒迄个时阵，阁无法度来明白上帝的旨意，因只有想象因的老师会真成功，会真做王。但是事实是，耶稣的荣耀是互家己举起，定死伫十字架顶，而且过3日，伊要搁活。所以耶稣就甲因讲：“我所啉的杯，恁要啉；我所受的洗，恁要受。毋过坐伫我的正边、倒边，毋是我会当互人的。上帝为着什么人准备，就互迄个人。”当耶稣就要完成3年伫世间的传道，伊知影伊爱来完成伊来到世间的使命甲目的，就是爱行往耶路撒冷城受害死。伊伫即条路里开始往伊的门徒讲预言，就是讲着家己要受害死甲国活的事。耶稣拢总讲3摆，而且一摆比一摆搁较详细。然后伫每一摆讲煞了后，耶稣就趁机会要来教示门徒，上帝国的价值观是啥物？也就是主耶稣来到世间传的好消息，就是伊家己真做人的性命
款式。耶稣嘛愿望跟对伊的人嘛以爱来行。咱来看即3摆教示的内容，拢是要讲出今仔日互大家的根据，就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因为人子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来赎回真侪人。即句话表明，主耶稣来到世间的目的甲款式。但是门徒虽然已经跟对主耶稣遮尔啊久，也一直规路在听耶稣所教示的上帝国的价值观，但是因犹阁因是用犹太人真传统的思想的期待来思考，因所想象的是一位会当带领引带所有的犹太人来成做一个新的统治者，所以门徒无法度想象。因所愿望的救主要来受害死，而且定伫十字架顶。上帝所计划的救赎是牺牲家己的独生圣子，来完成救赎全人类。伊需要放下家己的性命，伊要拄起世间人的罪。行往十字架去死，伊所爱付出的代价是啥物？是要受一切的苦楚，互人拒绝，受人出卖、陷害，互人欺人、毁烂、鞭拍、害死。主耶稣甘愿。为着咱成做即个款式，所以伊教示门徒讲：爱来学我，因为我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因为我来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当巴底麦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第一句话就是问讲：“爱我为你做啥物？”我感觉即个巴底麦伊真特别，也真单纯。伊非常清楚伊家己爱啥物，伊只想要搁看见。伊的心内深知主耶稣会医治伊，会怜悯伊，而且伊的反应真紧。真勇敢，无有惊吓甲犹豫。当伊大声喊讲：“大悲的囝耶稣，怜悯我！”众人拢叫伊点点，但是伊无，伊愈喊愈大声，直到耶稣未听见。我感受到伊内心对耶稣的渴望甲信心。有时咱做代志。也是祈祷，咱是毋是连家己所求的、所做的拢无把握？迄是咱的心内有太侪的声音，互咱看袂清方向，直到咱的生活也无有啥物改变。故事最后，耶稣讲：“你转去，你的信心，互你得到医好。”但是我发现。巴底麦有转去吗？巴底麦无转去，伊反倒规路对耶稣行。伊的性命无共款啊！以前伊只有透过听来过生活，但是现在伊会看见，伊要用伊的行动，伊想要搁较侪来认捌这位耶稣。就是医治伊目睭看明的这个耶稣，所以伊选择来跟对耶稣。
再来是雅各甲约翰这两位兄弟，因来到主的身躯边，来要求主的时，主耶稣也是问因：爱我为恁做啥物？两位门徒的期待，就亲像咱每一个人所渴望的，盼望咱的工作会当得到主管的看重，职务会提升。学生嘛盼望有好的表现，得到老师的肯定。我想咱逐人嘛盼望，阮会当愈来愈有钱，会当过好的生活。但是主耶稣对军队伊的人，却毋是安尼。主耶稣三遍讲出上帝国的要求，就是第一摆伊讲，要对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掠家己的实力价来对我。第二摆伊讲，若有人要做第一，就做众人的上路尾，做众人的车因。第三摆就是我今仔日分享的经文的头前，伊讲恁中间爱做大的，就做恁的车因；爱做第一个，就做众人的仆人。当一个人在面对伊生命上落尾的时，我相信伊所讲出的话是上重要的。主耶稣爱咱改变对这个世间的看法，伊提起门徒爱来学伊的款式。主耶稣伫遮对门徒提出真现实也真正确的回答，就是恁确实爱经历我所经历的。只是恁所求的，坐伫我的正边、倒边，毋是我会当互人的，是上帝为着啥物人准备，就互迄个人。门徒虽然求毋着方向，但是我想，因甲主耶稣的关系应该真好，才会敢安尼提出。你甲主耶稣的关系是怎样？是毋是大细项事，拢会敢来到上帝面前来祈求？其实咱人时常会照咱家己的意思来求，但是主会互阮真真实、真正确的答案。有当时是超过咱所想象的。事实也证明，门徒伫迄个时阵，因无法度明白，一直到伫因经历着主耶稣的死了后，门徒所有的期待拢失落啊！直到国外主耶稣亲自来到因中间，因迄个时阵才慢慢发现，渐渐明白主的教示是啥物。咱的生命也时常会犹豫，无法度来理解的所在，就亲像门徒共款，听拢无。但是因为因甲主有结连，有彼此的信任，而且因心内知影，主耶稣是真实爱因、了解因、看重因的老师。所以，因选择继续跟对耶稣，因为伊知影主捌因每一位，也知影因每一位的生命的意义、价值甲使命。去年7月份，阮全家阁有机会到伫缅甸成立教育中心，甲开拓教会。阮利用伫台湾的时间，开始写教材，嘛请台湾的出版社来出版。阮期待用教中文、台湾中文的方法
来甲当地的青少年会当建立搁较久长的关系。咱写2本教材，有 Level 1甲 Level 2两个阶段，一个阶段需要3个月，所以伊若会当完成规个课程，咱就有半年的时间会当甲因做朋友。阮也有邀请3位同工来正做咱的同工同齐服侍，嘛有学生住伫咱的4楼，住做伙会当学习。有一摆伫国外济进前，我有来分享即个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我讲即个祈祷是真关键的祈祷。若讲起耶稣，伊无有即个祈祷了后来顺服主上帝，求上帝来加添伊的气力，就无有现在的基督教信仰。当我讲起上帝甲主耶稣对咱世间人的爱，所以耶稣愿意行往十字架，钉死伫十字架顶，伊拄起咱所有的人的罪，就是要来拯救咱每一个人。礼拜了后，大家有一个分享的时间，就有一个不教的青年来问我：为什么你讲耶稣为我死？耶稣有认捌我吗？我怎样知影耶稣疼我咧？是啊，讲到疼甲上帝救赎的计划，这实在是真好理解。而且我用中文讲拢讲袂清啊，搁爱我用缅文来解说，实在真无法度。我想，除非互遮的学生亲自拄着主耶稣，或是透过阮每一天的互动，互阮的关心、甲行动、甲替因的祈祷，为互因看见耶稣，来分享阮所相信的。安尼，因可能开始知影，为什么阮全家爱到伫缅甸开即个教育中心，而且学费也无比人较济，但是上课的内容却是真丰富，而且伫课程以外，阮阁有语言帮助课。互因会当搁较了解即个中文的意思。伫迄个时间，除了阮甲因讲中文，因嘛教阮安怎讲缅文，是一个真水的时间。阮期待上帝会开因的心门，互因感觉无共款的疼，是对上帝遐来的。所以我真感谢台湾。真侪教会兄姐，阁有咱上山对一开始的支持。上重要的是上帝伫头前亲自开路，互阮伫缅甸开始有一种疼的关系来彼此认捌。现在你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当我伫读这段经文的时，有一遍我感受主耶稣，伊用真温柔的声伫问我：爱我为你做啥物？我回答：主，我想要甲你亲近。迄天嘛真无闲，就安尼过去。无打算我转来台湾的时，就有机会参加短的闭境。我伫迄个修道院，入去修道院就爱关手机啊，
我就开飞航，因为我心爱翕相，我就愿主祈祷，帮助我会当将一切拢放落，嘛无想要爱读圣经啦，但是无要写讲道篇，独来到主的头前。我对主耶稣安尼祈祷，互我一个安静的心，真单纯来甲你亲近。最后一天，我伫修道院内面伫行的时，就行到迄个墓地，迄个所在真安静。有一句经文就出现，讲流目屎、夜睛子的，为处欢喜的声受挂。迄个时阵，我发现我已经规身躯寒，虽然无流目屎，但是我知影主在提醒我，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夜睛子的时，我的内心有真大的平安。亲爱的兄弟姊妹，等伫即礼拜，我相信主也爱问你，爱我为你做啥物？盼望你也敢对主耶稣来提出你的期待，也是要求。我相信主耶稣一定会予你答案。我真感谢上帝，伊用这种方法来完成我的要求，这是伊予我的礼物，实在是超过我的想象，我满心欢喜。主一定会回应。但是可能毋是照你家己的期待，有当时需要时间，因为祈求的人需要一寡时间来发现家己所求的代志会有转变。我会记得几年前，阮全家伫缅北拉秀伫服侍的时，迄个时阵我的内心真失落，真无奈。因为我发现我的大汉囝已经大汉，需要读册，伫遐无有适合的学校。阮也发现当地的华人教会，甚至是牧者，因只有想着家己，也无有想要改变的心。迄个时阵，阮实在行袂落去，真想要转来台湾。迄个时阵，阮祈祷一年，主拢无回应。最后，互上帝提醒，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物件拢要煞互恁。阮就改变对缅甸华人的宣告、静文化的宣告，开始认真学习缅文，学习跨文化的宣告。上帝会予人答案，但是可能毋是你所想象、你所想要爱的。但是你愿意接受吗？主耶稣最后就照伊所讲的预言成就，伊完成救赎的计划。伊无讲一套，做另外一套。伊是用家己的性命来成做代价，做咱的模范。伊已经指示咱每一个愿意跟对伊的人，要安怎样来行。求主帮助咱。伫相信上帝这条信仰路程中，会当坚定，求信心来改变咱，就亲像巴迪麦，当伊的目睭会看见，伊的性命重新改变，伊归路来跟对耶稣，也因为伊跟对主的行动。耶稣互伊看见无共款的生命道路。
你也有相信上帝迄个真坚定的心志吗？还是你的心内有真侪问题甲犹疑？但是你对心底知影，这位上帝伊完全认捌你，互你今仔日愿意军队亲近伊。今仔日主耶稣，伊不只是在问咱，爱我为你做啥物？另外一面，伊嘛邀请咱每一位愿意跟对伊的人，成做一个有能力，而且愿意付出的基督徒。当咱体会接受上帝的疼，主耶稣也提醒咱，爱将家己的需要放落，定心看见咱周围的人所发生的代志，看见咱教会侪需要关怀的年长，阁有看见咱社区中较有需要的家庭。求主开咱的目睭，互咱看见主所看，就是咱的社会，咱所生活的处境，甚至是大自然的需要。求主互阮有一个新的眼光甲行动。我相信，若是咱全部拢愿意成做主的款式，对咱开始问咱身躯边的人，爱我为你做啥物？我相信咱的教会要兴起，主耶稣的名要得到宣扬甲荣耀。而且我知影，这个改变，毋是爱阮来做真大的事，敢若互咱无法度担当，毋是，是对咱每一位的身体出发，对咱所徛起的所在，伫阮的厝里，伫生活中，伫工作中，诚做主耶稣所讲的，我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毋是要互人服侍，反倒是要甲人服侍。咱同齐来祈祷。听咱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差派你的独生圣囝来到世间，成做咱的模范，教示咱，听咱到底，死伫十字架顶。就是爱除去咱所有人的罪，过3日国活。咱实在感谢你，主啊！有当时，咱的信心实在无够野，甚至咱家己拢毋知影家己爱啥物，真正需要啥物。主啊，求你来帮助咱，互咱搁较来认捌你，承认咱的罪，咱的有限。主啊，求你用你的爱来掠调咱每一位，会当听见主你温柔的声，对咱讲：“爱我为你做啥物？”也求主的信心引带咱每一天的路，互咱会当学习付出听的行动，互咱也有气力甲勇气去成做迄个。问人爱我为你做啥物的人，主啊，求你赐福你的教会，甲每一位跟对你的人，安尼祈祷恳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即摆咱做伙来读今仔即个金句，咱做伙来读2遍，因为人主教毋是要采用人。是要互人找用，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因为人主教毋是要找用人，是要互人找用，搁献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马可福音10章45节，三甲来吟回应
回应的诗上帝，来回应上帝的话，信息78首，信息78首，请起立。耶稣，耶稣，应听充满我，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主宾。伊虽然阮较情，静静来洗因的脚，主人正做落布地雨伞。耶稣，耶稣，应听充满我，甲阮来服务，主水所安排主宾，主宾有好也双标，主宾有无相将做，主宾也无分贵贱分君。耶稣，耶稣，应听充满我，为我来服务，主你所安排主宾，我应该为因服务，我应该对因享受，因大家拢是你我主宾。耶稣，耶稣，应听充满我，甲阮来服务，主你所安排主宾，听互阮后来开路，亲像有梦来服务，阮应该安尼甲你当我。耶稣，耶稣，赶快抚摸我，甲阮来服务，你所安排有因。请坐。这是来奉献，请谢秀雅执事、吴慧芳执事、王恩信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
遐济，即时来报告。第二点，今日是基督精兵协会奉献主日，特别派唯一牧师缅甸的宣教师来讲道请安，多谢唯一牧师请兄弟来关心奉献。第三点，今仔日下晡11点半是宣教组的分享祈祷会，特别请唯一牧师伊来做更较具体更较侪的分享。伊的题目是关键早餐，欢迎关心宣教事工的兄弟来参加。下礼拜的圣工请咱负责人请咱家己来看。奉献的部分后顶答，请向中职来进行。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好，咱即礼拜，咱顶礼拜伫花莲有举行庆丰的读经营，所以当天有做一支底的影片，会当甲咱来分享。咱即时来放即个影片。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愿你有个好心情，因为耶稣好爱你。祝福你，每一天主的爱陪着你。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好，这是咱3年，就是第3年伫庆丰的读经营，
所以咱毋知影讲，咱是3年一约吼，所以咱毋知讲明年咱要去倒位，毋过咱听候上帝的差遣。好，即是咱来祈祷，咱来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互咱今仔会看到唯一牧师吼，伊倒来台湾。咱嘛知广福牧师要伫缅甸，咱嘛为着因祈祷，为着建堂的事工，为着怀孕的姊妹淑芳、燕纯甲齐云，为着带院的兄弟吴丁友兄，嘛为着身躯欠安的林水长老、叶昭荣兄、慧玲姐、明珠姐、白长老牛啊卡姐、邓妈妈、邓明兄、俊兴兄张老师、龚基姐、陈基雄长老、以礼、素梅姐、方梅姐、明理姐啊局姐、郭元兄、佑庄兄来祈祷，咱开喙为着遮来祈祷。主啊，是阮恳求你呼召阮每一位，互阮会当回应安尼呼召。主啊，你爱阮为你做甚物？主恳求你使用阮伫阮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无论阮伫学校、伫工作上、伫阮的家庭、伫阮的社区，恳求你拢使用阮，成做阮四周围人的祝福，帮助阮毋若将福音传互因，也互阮也将美好的即个人生上大的价值来传扬出去。主恳求你帮助，互阮会当甲遮个人会当有好的关系，帮助阮会当有智慧来甲因来往。主，阮也要为着阮兄弟姊妹的需要来祈祷。有侪兄弟姊妹身躯欠安的，恳求你来保守帮助；心智软弱的，主也恳求你赏赐勇行。主，阮也恳求你帮助怀孕的姊妹，也拄啊生产的姊妹，主互因拢会当有上帝你的平安甲因同在。也保守遮个拄啊得到新生儿的遮个家庭，也互因有智慧，会当来养饲因的细囝。主，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阮的教会毋若是伫教会内部，遮个每一周、每一日维持的安尼事工尔。主，阮也有真侪的宣教的事工，真侪的遮个对外的事工。恳求你拢祝福阮，帮助阮所接触每一位朋友，互因拢会当因为阮的付出，因为耶稣基督你听的呼召，会当来亲近你、认捌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建堂事工来祈祷，恳求你帮助、陪伴阮的心，也互阮会当伫无共款的意见中间，超找对上帝来的旨意。阮也为着阮的宣教师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广福牧师、唯一牧师，互因伫缅甸的服侍有上帝你的同在。也是各地有真侪宣教师，因阮毋知影因的名，总是主你知，恳求你祝福因所做的事工，也保守因的安全。阮也为着台湾、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你看顾这片土地，恳求你看顾这个世界，主帮助这个世界会当恢复你创造的美好，也帮助人类会当伫这种充满攻击、充满冲突的世界内面，阮会当互相帮助。会当付出疼来看见你水的美好的意思。阮恳求你保守帮助阮兄弟姊妹，伫暑假期间，阮有真侪计划，主恳求你保守，互阮拢有平安。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上吟信息386首，信息386首，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
请坐。